比秒力1萬倍嘅超聲波起士神器，你見過未？聽過一斜波球啲方圓500米都冇漏時間近，真係有咁叻？我哋聽下視頻。不要查找咱们的猫管家，效果立竿见影，不用担心效果问题啊。咱们这个产品可以驱蚊的，可以驱那个老鼠，大到驱老鼠，小到驱蚊子、驱蟑螂啊，都是一样的啊。你看看，只要通上电，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啊。这些家庭一般买500平方的，500平方效果极佳啊，可以穿墙的啊。你看看效果好不好，兄弟们？好。視頻同款起士神器我就買回來咯，花錢會慳，我嚟齊，免費紅金，幫我點隻。嗰隻嘢輕飄飄到，裏頭啲鬆霎霎到，可能上當咯。我哋炒一睇睇呢。你睇泡沫紙沫捨得幫我射一張落去，就係個球仔樣，乜嘢都冇有，妥妥嘅3無產品。而咁我哋直接去測嘅。本身呢我就時都想測嗰隻嘢咯，但係呢樓市太難做了，我花咗5日時間仲做得到隻樓市。而家我哋試試嗰隻嘢到底死冇死得，一撳咪就開關，嗱嗰啲字就開始亮啦。我哋放啲睇睇鏡喎。冇見鏡啦，冇同視頻啲相抽到㗎啦。而家我哋就拆開睇睇裏頭有咩高科技。冇見有螺絲啊，冇開張紙睇睇。哦，係咁紙㗎啦，嗰兩盞應該係燈罩，直接拆。又係嗰種產品啊，當上電神器一樣哦，就係2粒燈仔亮哦，一碟電路板仔，成本都冇到2蚊銀，佢竟然賣幾廿蚊，仲有幾廿萬人上當，同咁樣嘅產品，我必須投訴到佢落架為止。